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3册第3课，来阮兜坐，来阮兜坐，我去灶骹泡好茶，你四界看看，免歹势。虽然阮兜有较矮，毋过温暖在心底。练习食饭厅、灶骹、车库、客厅、便所、浴间仔、册房、房间。我要去客厅看电视，我要去浴间仔洗身躯。阿母无伫房间仔，伊人咧，伊伫灶骹煮饭。